大家好啊，我係安東。念書群組漫談神秘學喺2025年11月至12月之間曾經做咗一個關於 UFO 嘅問卷調查，就讓我用少少時間介紹一下呢一個調查報告嘅結果。呢個調查報告總共收到102個回應，其中62位係女性，40位係男性。另外50位係華人，52位係非華人。喺102個回應者裏面，60人相信 UFO 存在，42人不相信 UFO 存在。當中15人見過 UFO，87人冇見過 UFO。當中30人相信3I 阿特拉斯係 UFO，30人不相信3I 阿特拉斯係 UFO，37人不知道3I 阿特拉斯係定唔係 UFO。另外80人曾經聽過關於 UFO 嘅見聞，22人就未聽過關於 UFO 嘅見聞。102個回應者當中，20歲或者以下嘅佔10人，21至40歲之間嘅就佔28人，41至60歲嘅佔43人，61至80歲之間嘅佔21人，81歲以上嘅就冇佔到人數。102個回應者當中，18人就係待業或者退休，10人係學生，20人係文職，15人係專業人士，20人係創作者，12人從事體力勞動，5人就屬於其他職業。我哋認為58.8% 受訪者相信 UFO 嘅存在，而有78.4% 受訪者曾經聽過有關 UFO 嘅見聞。呢啲都反映社會越嚟越開放，討論 UFO 已經唔係禁忌。我哋呼籲大家可以抱住開放嘅態度，一齊討論 UFO 同埋有關嘅神秘事件。